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 Thales 數據威脅專題報導。今日我哋聚焦香港 AI 應用同數據安全最新發展。根據 Thales 2026 Data Threat Report 香港數據，香港企業採用 AI 方案趨勢明顯上升。39% 機構已經設立專屬 AI 安全預算，高於全球嘅30%。講到人工智能安全，變化速度都係大家最擔心嘅問題之一。有74% 香港企業認為變化得太快係人工智能最大嘅風險，比全球70%嘅數據高出4%。量子風險已經由未來嘅問題變成現實，有59% 企業最關注嘅係等量子電腦成熟之後再破解 Harvest Now Decrypt Later 呢種攻擊。另外亦都有62% 企業正針對後量子密碼 PQC 演算法進行原型開發與評估。數據安全方面，只有36% 企業知道數據嘅儲存位置，49% 敏感數據喺雲端有加密，而55% 企業將機密管理 Secrets Management 列為應用程式安全首要關注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應該積極作好準備面對 AI、量子及數據安全風險。Thales 嘅 AI Security Fabric 能夠為 Agentic AI 及 LLM應用程式提供即時安全保護，同時簡化營運流程並降低複雜度。想了解詳細報告，立即下載 Thales 2026 Data Threat Report。